香港最有實力嘅10位男星，劉德華淨係排喺第5名。第1名全球累計票房超250億美元。第10名張家輝，從龍套到影帝嘅逆襲典範。張家輝一共囊括咗7項影帝殊榮，喺劇中角色塑造力驚人，用實力詮釋戲痴精神，因此被人稱為為戲穩弱。第9名古天樂，古天樂係港片復興嘅中流砥柱，曾連續獲得金馬獎同金像獎提名，從喜劇配角到硬核影帝，戲路突破，彰顯實力。喺拍攝掃毒嘅時候，一度為角色瘋狂減重增肌。第8名甄子丹，甄子丹憑葉問系列將詠春拳推向世界，後來因為極限特工4打入好萊塢，風格硬朗但戲路較窄，一直穩居打星領域巔峰。第7名張國榮，張國榮係跨性別表演與藝術性平衡嘅典範，雖然已經逝世，但影響力依舊持續發酵。曾經獲得戛納影帝提名同東京電影節影帝。第6名梁家輝，梁家輝唔單止係一位以演技征服觀眾、用真情打動人心嘅演員，同時亦都係一位好丈夫同埋好父親。曾經為黑金寫10萬字人物自傳，後來被稱之為戲妖。第5名劉德華，劉德華曾經3次攞過金像獎影帝，2次金馬獎影帝。敬業精神同商業嗅覺並存，健力士獲獎紀錄保持者，如今年過60仍然保持高產拍戲。第4名梁朝偉，梁朝偉曾5次金像獎影帝，3次金馬獎影帝，同時亦係華語唯一戛納電影節最佳男演員。佢有一雙用眼睛講故事嘅細膩演技，被譽為華語影壇天花板。第3名周星馳，巔峰時期嘅周星馳曾6次打破香港票房紀錄。功夫以及少林足球更係成為全球票房神話。如今60歲仲未結婚，未婚未育，實在令人唏噓。第2名周潤發，周潤發曾經3次金像獎影帝，2次金馬獎影帝，從草根小人物到國際俠客，角色跨度極大，發哥形象深入人心。第1名成龍，成龍係首位獲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嘅華語演員，全球票房累計超250億美元。如今70歲仍然堅持拍戲，被譽為亞洲動作片天花板。除咗以上10位男星，你仲知有邊幾位呢？